学生们走进菜园里，将2个月前种下的白萝卜做采收。这里是台南市第1间公立学校水土保持推广示范基地，就设在永康国小，有食农教育的功能，小朋友可以认识在地的传统特产白萝卜。很好玩，因为第一次拔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转一转，然后再用力拔上来。食饭配永康菜脯。爱欠钱带台湾水果，永康区农会这辅导这农民有种这个菜头是顶港有出名下港有名声。另一头把铁卷门打开，原本闲置的地下室空间变成水土保持的教育教室，以水保署出版的绘本为设计构想，规划游戏关卡，包含地震成因、坡地维护、防沙设施、土石流迷宫与大富翁等等，认识咱台湾这个土地重要性，要怎好好做水土保持，让咱的土地当永续的使用。所以阮来推这个区学校这个活动。今年都目前是校内推广，咱希望明年会当校外做校外推广的部分，就是讲咱会当做电子化上网，会当互其他校会当参考做食农，包括水土保持。包括咱讲防灾，这拢是一个最好的当互相结合的一个课程。水土保持与防灾相辅相成，更与食农教育密不可分。学校未来会做阶段性的课程规划，让这片场域的运用更加多元之外，也要把永续概念向下扎根。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。